超強颱風華加莎吹襲香港，天文台星期三凌晨2點40分發出10號颶風信號。華加莎威力強大，本港多區都受到影響，有市民喺風暴期間受傷。喺港島南區嘅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加固之後嘅玻璃門都抵擋唔住巨浪，海水湧入大堂，將人推冧。海水亦都從海旁湧入柴灣嘅杏花村，村內多處水浸，車輛要涉水而行。香港仔有屋苑外牆紙皮剝落，電單車車主被擊中受傷。鰂魚涌有地盤棚架鬆脱，非常牙煙。西營盤醫院道有大樹倒塌。離島方面，以往不時水浸嘅大澳，今次亦都未能幸免。大澳水位上漲，部分居民撤離。大嶼山長沙海灘就被海水淹沒。九龍方面，紅磡海面有躉船撞上岸邊，石躉大面積崩塌，成排欄杆都損毀。新界方面，將軍澳日出康城對開海面有貨櫃懷疑被強風吹落海，海濱亦都幾乎被巨浪淹沒。朝早有市民着住泳褲喺嗰度嬉水。沙田城門河河面不斷翻起湧浪，海邊兩岸嘅行人路全被淹沒。吐露港海水亦都倒灌入林村河，兩邊連接嘅行人隧道被淹沒。截至朝早11點，政府一共接報350宗塌樹、12宗水浸報告，同埋有56個市民喺風暴期間受傷。